等一下，你说我拿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爷爷生日，我想把这个鸡蛋拿给爷爷。哎，乖孙子，真孝顺。爷爷，还有这个也给你。鸡蛋哪来的？说了多少遍？咱家虽然穷，你帮他去日也早，但不……爷爷，鸡蛋不是我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咱爷俩一起许个愿吧。那我许愿以后能当一个消防战士。那颗鸡蛋真不是我偷的。爷爷，你看，我终于入住了消防员，而且还救了很多人呢。他们还给我颁了很多奖。其实你走后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对了，爷爷，其实那个时候鸡蛋不是我偷来的，是……等一下，你说我拿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爷爷生日，我想把这个鸡蛋拿给爷爷吃。这里还有2个，以后每周都给你拿2个。你还小，自己也要跟上营养。是我在学校偷偷带给你的。我这次回来是很光荣的回家哦，有很多人一起送我回来的，他们还给我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消防英雄。你听，爷爷。